继续来看台北市政府开放自动驾驶的巴士，后面将伫线顶免费注文，而且伫昨深夜12点开放免费试坐，有6条的路线。沿途有经过信义路重要的商业中心，包括101、通化夜市啊、甲永康街等等。试坐时间是拜1到拜5深夜12点半到2点。这样蛮兴奋的，因为之前没有看过就是这样类型的车在路上的，就它的车牌也是跟一般的车牌不一样嘛，就是有写一个市。未来这个自动驾驶的巴士的应用，将要扩大到其他的专用道，提供夜间甲离峰时段的公共运输的服务，有智慧型的服务。台北市政府的资讯局讲，除了法令的限制之外，有未少的技术，佫需要为民众试坐当中来发觉，让这个服务甲安全更加完善，嘛当作为后续中央立法的重要依据。也毋过，若要真正就路，可能佫需要2冬的时间。